唔覺唔覺又到咗蘋果大量上市嘅季節。每年10月到12月，街市同超市成排蘋果紅卜卜、金光閃閃，個個大大個，面頭滑到可以影相。有時靚得過分，真係會令人有疑問，點解可以咁靚咁齊整？會唔會打咗激素催色抹啦？其實呢啲擔心唔算多餘，因為商業種植為咗賣相，為咗耐放，確實可能用到植物生長調節劑或者保鮮處理。講真，喺法規範圍內合規使用未必等於有毒，但對我哋嚟講，最實際係點揀到自然成熟、口感好、香味足嘅蘋果，唔好俾靚樣呃咗。今日同你分享一個老果農教嘅重點位，加埋幾招簡單好用嘅驗貨方法，落次街你就識分，買得穩陣又安心。老果農嗰句一招其實就係睇果底，拎起蘋果，唔好只係望正面個蘋果面，請你直接返去下面嗰個粒位，就係五角星咁嘅果臍。自然成熟嘅蘋果果臍通常收得深、呈星形、乾爽有立體感。你用手指頭輕輕掂，會覺得邊位微微乾、略帶粗糙。靠近果臍嗰圈顏色係由淡轉深，層次自然。相反，如果蘋果係靠催色、催熟趕出貨，果臍位好容易偏淺，甚至幾乎平咗，邊緣紅得過火同過分平均，有時仲會出現似印上去嘅一圈色帶。你用手掂會覺得滑、冇質感，有啲甚至微濕。再進階少少，將果底貼近鼻尖嗅一下，自然熟嘅果香係由果臍位最濃，甜而不膩。催色果好多時香氣淡，甚至聞到少少怪酸味或者冇乜味。呢個位一眼一下就已經分到七七八八啦。點解果臍位咁有用？因為蘋果成熟係由內到外，由種子附近開始，糖分同香味慢慢累積，等到皮色受日照慢慢轉紅。自然成熟嘅果臍會隨住果肉收縮而拉出深星形，種子熟到啡褐色，果底自然乾爽。相反呢，催色只係令到皮色快啲紅，但係內裏未必跟到，果臍收得唔夠，香氣未起，摸落同聞落就露餡。老果農就係靠呢個位，幾十年如一日咁揀貨，基本唔會走雞。除咗睇果底，仲有幾招一齊用，準確率會更高。第一招睇顏色，自然熟嘅紅富士紅色唔會平均到一模一樣，多數有黃底或綠底漸變，有啲位受光多啲更深紅，背光位偏黃偏青，遠望有層次，有燦爛但唔刺眼嘅質感。催色果就通體一樣紅，仲紅到發光，反光好似上咗漆。你記住，太完美通常唔自然啦。第二招睇果點同紋理。自然熟嘅蘋果皮上面有一粒粒細細白點或啡點，嗰啲係皮孔，用嚟呼吸。光果嘅皮孔通常清晰，分佈自然。袋果脫袋之後呢，皮會更滑，但都應該見到均勻細啲。若果你見到成個面滑到似膠，幾乎冇皮孔，或者明顯抹得太亮，多半打蠟拋光過頭。食品吸蠟本身唔一定危險，不過連皮食之前要洗乾淨。如果你本身腸胃敏感，索性唔好連皮食會更穩陣。第三招，掂重量。同體積嘅兩個蘋果，重新個通常水分足、糖分高、肉緊實，輕飄飄就多半放耐咗，水分走咗，咬落鬆而唔脆。去到檔口，左右手各拎一個，心入邊自然有答案。第四招，聞果香。呢招最直覺，自然熟嘅香氣係清甜，帶花果香，唔刺鼻，靠近果底臭最明顯。如果幾乎聞唔到味或者有怪酸味、化學味呢，就要戒備。第五招，輕敲聽聲，手指關節輕輕敲果面，自然熟而緊實嘅蘋果會發出清脆톡톡聲。過熟、受傷或者放到內裏沖咗嘅，聲音會啞刺得得。呢招要多試幾次就上手啦。第六招，睇果蒂，即係蘋果頂部連樹枝嗰條蒂。新鮮嘅果蒂淡綠到淺啡，富彈性，放耐咗會乾黃黑，一扯就甩。仲有個小細節，有啲催色果呢，果蒂周邊顏色過深，冇漸變，好似染咗咁。自然熟通常過度柔和。第七招，睇果底色大同收口。除咗色型深淺，你可以望下色型外圍有冇眼邊。自然熟係暈染，經藥劑催色或者袋果脫袋之後急速曝光，有機會形成一圈分界清楚嘅色帶。收口如果硬、平甚至凸，多半未真正熟透嘅。講多少少背景知識，等你心安。坊間成日講激素，其實喺農業上大多係指植物生長調節劑，例如熱稀釋放劑、赤霉素等等。呢啲嘢喺合規用量下未必等於毒藥，但問題係於早採催色會令口感、香氣、營養打折，仲可能為咗賣相過度拋光。對消費者嚟講，我哋重點唔係去驗藥殘，而係如何揀到自然熟、味道好嘅果。所以上面嗰套望聞問切就最實際。
有時你會見到溏心蘋果切開中間透明，好似結咗糖。好多朋友以為加糖，其實唔係。喺晝夜溫差大嘅地方，樹上自然熟嘅蘋果會出現水心溏心現象，係果糖集中喺種子附近位置嘅自然結果。呢類蘋果通常極甜香，但唔太耐放，買咗記得快啲食。相反，催熟果就好少見到靚溏心。再講講品種差異，費事你錯怪好蘋果。紅富士多數皮厚，顏色層次豐富；芥辣偏早熟，顏色紅黃交錯。青蘋果即使自然熟，都係青中帶黃，唔會變紅。所以你要按品種理解佢應有嘅靚樣，唔好用同一把尺。嚟到清洗，其實唔使用洗潔精，因為洗潔精本身係化學清潔劑，處理唔好反而多一重殘留。最穩陣做法，流動清水沖軟，無刷輕刷。想連皮食呢，就再用微暖鹽水、梳打粉水浸3至5分鐘，再沖淨抹乾。面層蠟若然好厚，你可以熱毛巾抹一抹先再刷，效果更好。連皮食嘅好處係有膳食纖維、花青素同抗氧化物，清潔正確下，連皮食係加分。保存都係學問，蘋果鍾意涼爽乾燥，屋企嘅做法係每個用保鮮袋單獨套住，袋上插幾個細孔透氣，放雪櫃疏果格大概3至5度。唔好同香蕉、梨、牛油果一齊擺，蘋果釋放嘅熱氣會催熟其他水果，彼此拉衰。如果你買返嚟呢仲未夠香，放室內陰涼位1-2日，等佢回魂。太耐會起斑，記住見色食色，唔好全都變粉。有啲朋友問，買蘋果係咪一定要越大越好？其實未必，極大果有時係疏果，肥水充足嘅結果唔等於差。但如果大到比例奇怪，皮薄得離譜，果心特別大，就未必好食啦。一般嚟講，中大碼更穩陣，甜度、脆度、香氣較平均。買嘢嘅時候記住重、實、香、適自然呢4個字，絕大多數情況都啱㗎。再同你分享幾個實戰場景。第一，超市燈光好猛，任何嘢都會靚3分。你可以行去冇直射光嘅位置再睇色差，或者用身體遮一遮光，觀察皮色係咪過度均勻。第二，散裝特價區唔係一定唔好，但多半係全倉內外觀有瑕疵或者撞花嘅果。買得就要更小心果瓷、果蒂、重量、香味4關。第三，網購蘋果收貨即驗，覺得唔對路要即時反映，因為蘋果需耐放，但催熟感覺一咬就知，唔好勉強收貨。講到唔好被蠟嚇親，所有蘋果皮面都有一層天然果蠟，係蘋果自己分泌，作用係鎖水同保護啦。人工保鮮蠟分好多等級啦，有啲係食品級啦，合理使用啦係合規啦。不過你作為消費者冇法判斷用咗咩，所以操作層面最簡單，徹底清洗，介意就唔好連皮食啦。真正要避嘅係濃烈化學味、表皮異常亮、果瓷異常淺呢啲信號，嗰種往往係賣相大過內涵。再補充一個簡單小測試，屋企試就得。切一個蘋果睇種子顏色，成熟種子呢應該啡褐色㗎。若果係奶白或淺黃，多半係未完全成熟就摘落嚟。呢招喺買之前做唔到，但可用嚟驗證你嘅挑選技巧。如果你揀返嚟嘅一批切開都係啡褐種子，恭喜你手勢準。仲有一樣好多人忽略碰傷，蘋果好睇，但其實唔耐撞。輕輕撞過，表面未必有印，但裏面會出暗傷。放1-2日開始變啡，口感變粉。買嘢時盡量唔好揀有粒痕、硬點、出水點嘅。帶返屋企溫柔啲，唔好成袋拎住亂擺。想分配食用順序就靠果香與重量，香氣足重身嘅先食，香氣淡比較硬嘅可以放耐少少。講咗咁耐，其實核心原則非常簡單，自然唔完美，但有靈魂。自然熟嘅蘋果，色澤有層次，果瓷收得深，果蒂有彈性，皮孔自然，香味柔和。催色趕熟嘅色太齊，果瓷淺，香氣弱，表面過滑。你未必要變專家啦，但每次買之前翻轉個蘋果睇一眼果瓷，聞一聞香味，掂一掂重量，已經贏90人啦。老果農嗰句睇果底就知70%，依家傳咗俾你。最後講講食法，順便加強你對好蘋果嘅感覺。自然熟嘅蘋果最值錢係先食切片即食，先感受到皮同肉之間嘅爽脆拉力同果香層次。如果你想做料理，記住高溫快手，唔好煮到爛晒，否則好蘋果都會浪費。煎一煎蘋果圈，撒少少肉桂粉，又或者切粒撈沙律，配合核桃、羊奶、芝士、果酸同鹹香互相提味。做甜品都可以減糖，因為自然熟嘅甜味已經好足啦。總之，俾蘋果自己發聲，你就會知咩叫真正好食。總結埋單，
落次街買蘋果，記住三部曲：第一步睇果詞，心肝星形邊色自然為佳；第二步聞果香，甜而不膩，冇怪味先好；第三步掂重量同體積揀重身，其餘配合咧睇顏色層次、皮好紋理、果蒂彈性、輕敲聽聲，基本穩操勝券。買返嚟用清水加刷仔處理，連皮食或者去皮都由你。保存就分待透氣、低溫冷藏，唔好同易熟水果一齊擺。唔好盲目追求完美外形，真材實料嘅自然味先係你要揾嘅嘢。學識呢一招，再加幾個小撇步，以後你喺一大堆蘋果入邊一拎就拎中自然熟、好味、安心嗰啲，唔使再俾過分光鮮嘅外表呃到，唔使再擔心打唔打激素，因為你已經識得用眼、用鼻、用手去判斷真正嘅成熟度同品質。買得啱，洗得啱，擺得好，食得慢慢欣賞。呢個秋天每一啖蘋果都會食到甜而有香，脆中帶韌，清清地又滿足。